2025 APEC 会议煞果，咱的代表林信义下晡有开记者会，公布这届交流的成果。林信义是讲，伊有甲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讨论30-40分钟，内容是有讲到科技供应链等等。也若是国科会主委吴成文，毛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，讨论半导体合作。APEC 经济领袖会议第2日，大家斗阵翕相。台湾代表林信义到场，就甲墨西哥经济部长厄博拉特一前挨啥子问好。大家摸汉服布料做的暗巾，用传统象征福祉和平的角色。立场是林信义也甲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和韩总统李在明前后交流。韩国 APEC 经济领袖会议画下句点，在午间拍摄大合照。台湾代表林信义站在后排最右侧，与美方代表财政部长贝森特相隔2个位置。主办方韩国以及预计在2026年担任东道主的中国，则分别在正中间与左侧1个位置。我们展现了台湾在全球经济体系当中的贡献。我想，我也尽力也完成了总统交付的3大重要的任务。林信义开国际记者会无拍分数，敢若讲全心全力。不过受地缘政治剧烈变化、甲国际经贸情势变动影响，外界关心伊的场边甲各国代表见面的状况。代表美国出席理事会议的是 Vincent 我们有跟他会晤，那么谈的问题也很广啊。那么关于科技的合作啦，供应链的安全啦，40分钟吧，我记得。是毋是讲到关税？中谈判代表杨定年表示，继续争取20%税率以下无添加。双方也会伫 APEC 了继续努力甲美方交流。无那一个管道，外界好奇国科会主委吴成文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的内容，伊强调乐观正面。在建立的这个半导体的供应链的合作共同发展。双方的这个经济发展，我们人民之间的互相的交流，我们聊到这些议题都是正面的。2016年主办方会由中国接手，外界烦恼台湾国际地位恐惊互中国矮化。从去年这个中国表态要主办2026年的 APEC 的时候，那我们就直接针对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确保我们平等参与，以及我方人员到中国去开会的人身安全，那向中方提出了这个质疑，那也促成中方以书面的方式做出保证。今年 APEC 峰会通过庆祝宣言15条内容，第一摆并卡将文化创意产业列做区域合作新领域，同时聚焦 AI、人口结构变化等长期挑战，佮推动亚太经济整合。杨定年表示，议题包含劳工环境等，台湾会争取更较侪国际交流佮合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